乜嘢係雙生火焰？上一集我講到靈魂家族同靈魂伴侶，今集講下雙生火焰。雙生火焰 Twin Flame 係嚟自西方新時代 New Age 嘅一個講法。佢哋話宇宙當有一個靈魂出現，由一個靈魂分裂成兩個靈魂嘅存在，呢兩個靈魂既相似又互補，佢哋會以各種形式生活喺地球上，達到靈魂學習嘅目的。由於靈魂有好多嘅課題要學習，因此透過投胎成為唔同嘅人物，佢哋有好多嘢要去經歷。通常一認識見面就會有好深刻同好特別嘅感覺，可能係好熱烈嘅愛。於是比較常見就係經歷幾世以上激烈嘅感情關係，但好多時因為未學到課題，例如慾望、佔有慾，甚至金錢，關係耐咗就變成相沖，最後多數結果都唔太好。尤其雙方或者其中一方好執着嘅話呢，課題就肯定未完成啦，可能好傷心，逼住要分開，下一世可能仲要繼續，直至學懂放下。我曾經有一個靈擺嘅個案，佢係 TB， 佢嘅前女友同佢分咗手之後 block 咗佢，但係佢仲好放唔低，而且仲幫佢前女友還緊卡數。後來我有一次幫佢靈擺調頻嘅時候，佢自己睇到前世，佢前女友係貴族，佢係平民，有可能因為害死咗佢，佢抱住前女友嘅屍體喺度痛哭。後來佢哋仲有一世係父女，佢係爸爸好嚴格咁鬧佢嘅女，因為喺嗰世阿女識咗個同佢家底相差好遠嘅男朋友。仲有一世佢哋男女身份調轉，應該係日本人。我當時嘅直覺係，即使佢哋經歷咗咁多世，佢今世仍然都要學習放下，佢嘅靈魂先得到提升同成長。前世嘅故事仲有好多劇本，大部分都好精彩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請留言話我知。下集見。